前几天有民众伫花莲倒溪乡的山区看到乌熊，赶紧通报林保署，嘛感觉讲真奇怪哦。赶人路乌熊哪无去困冬咧？林保署是讲台湾乌熊无去困冬，赶人哦乌熊是会徙到中继海拔的山区。伫花莲倒溪乡有一位农友，20日咧清水溪顶楼工作时阵，突然间发现河床顶有一只大只乌熊伫咧找食。伊赶紧摕手机给录起来，通报林保署花莲分署。目前的位置是在清水产业道路要往脑寮的路线。看到台湾黑熊在西闯，也是蛮大只的。因为真侪人拢认为乌熊会冬眠，这个时阵熊出来，是不是代表山区菜地发生什么情形？不过林保署讲，台湾的天气无亲像西伯利亚或者是俄罗斯东部这么冷，所以当天伫山区看到台湾乌熊真正常。台湾黑熊在台湾事实上是没有明显的冬眠的行为。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局限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活动。往年的经验显示，它经常会在中海拔、青冈栎植物比较多的地方，在那边活动。林保署讲，台湾乌熊当天会徙到中继海拔的区域，民众若是拄到，爱保持冷静，避免过度干扰。若是发现熊正挖滚自路，甚至是走去工寮内底，为了要避免发生人甲熊的冲突，爱赶紧通报林保署花莲分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